为了要让明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会当顺利审查，行政院长杜英泰、立法院长韩国瑜，还有朝野党团今仔日做伙接到超和解。上新的消息，民众党伫会后表示，无听到具体方案，和解无成功。国民党团嘛对这场接饭会表达遗憾。为了化解总预算大家无共的意见，行政院甲立法院朝野党团11会食和解饭。总统府官员讲，白甲爱启动院制调解。不过，罗总统伫相熟的谈话已经提出诚意甲善意。也让行政院长杜英泰期待的是一场轻松、不过有远景的聚会。我们会很严肃的去面对未来我们必须要去解决的，甚至国人期待我们要去解决的，在国会里面的任何的现在还没有办法进展的事项。朝野要食和解饭。不过，国民党团顶日大声提出3项诉求，包括行政院应该爱甲金发的补偿变互有够额，公牛收购提悬5块，也有健保的点值提升，拢爱有善意的回应。若无总预算的审查，罢免会阁延后。吃饭嘛，就不需要剑拔弩张啊，然后影响胃口啊，对身体也不好。但是呢，我们该讲的话，该坚持的原则，我们一定会非常坚定而且明确的转达给行政院。不要还没上桌就再次的把所有的前提绑死。我们真的相信两院院长的高度跟调和顶耐的能力，都可以让很多难解的问题来破冰。真正关切的问题是赖清德政府，我们的卓荣泰内阁，到底有没有把依法行政这4个字放在心里面？立法院3读通过的法律，我们的行政院是自己不高兴就可以决定不遵守吗？和解饭未种未食。那落杯就开始咧比关系。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认为讲，朝野平常时都应该尽量来沟通，嘛希望今仔日会当化解朝野目前伫咧立法院的争议，建立未来沟通的基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